車輪北上，超市點樣受得住？大家好，5月最後一日，珠海拱北又開咗一家大型超市，真係人山人海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就係而家港澳車可以北上之後，我哋港澳啲超市嘅生意究竟仲點做？你睇下而家情況，星期六日，山姆、盒馬、永旺停車場一半係港澳車，買洗衣液、買米、買尿片、買零食，成車咁搬返香港澳門，返到嚟一計數，平過你30%，甚至一半。我哋仲可以點？一、認清現實，超市邊啲貨最傷？我哋先要坦白，有幾類貨已經基本上輸咗，包裝食品、餅乾、即食麵、調味料。內地超市款式多，價錢平，家庭用品、洗衣液、廁紙、保鮮紙，體積大、重量重，但北上買一車就慳幾百。國產乾貨紅棗、木耳、藥材，內地原產地直銷，價錢冇得比。呢啲貨如果你仲係超市主力，你會被慢慢陰 con。二、但超市係咪冇得打？絕對唔係。我哋要記住，超市嘅核心從來唔係最平，而係最就手。你半夜想買包雙風素，你會唔會揸車上珠海？你煮下飯冇鹽，你會唔會等星期六先去山姆？你阿媽要買新鮮靚豬肉，佢信得過邊度？呢啲就係我哋嘅生存空間。三、超市可以點轉型？4個方向：一、大力做生鮮熟食，即日新鮮。內地超市嘅冷凍貨好靚，但新鮮葉菜、即日燒味、即炒小菜、現切靚肉，呢啲係佢哋做唔到。本地即日嘅同埋凍肉種類一定唔及港澳全球同奔。將超市變成半個街市加半個飯堂，就係你嘅殺住。二座極速即配。你唔使同山姆鬥大，你要同佢鬥快，同即配平台合作，做到落單後30到45分鐘送到門口。尤其係急凍貨，鮮奶、麵包、尿片呢啲係等唔切北上嘅貨。3將國貨轉做進口特色貨。既然國貨平過你，就唔好同佢鬥。減少國產大陸貨，轉做日本醬油、韓國即食飯、台灣零食、歐洲果醬。你賣嘅係港澳鮮油，內地超市少見嘅貨。4做街坊服務站，超市唔應該只係放貨架，你可以幫街坊代收內地包裹，代退淘寶貨，代訂珠海超市冇嘅嘢，甚至放一部珠海商場優惠券自助機，幫佢哋攞優惠，你收佣。你唔止係超市，你係社區中心。最後想講，超市嘅未來唔係鬥平，係鬥近。各位，車可以北上，但係習慣方便係好難搬走㗎。你唔需要做到全港或全澳最平，你只需要做到全條街最就手、最有人情味。珠海超市賣量，我哋港澳超市賣快同貼地，你哋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歡迎留言，多謝大家。